再来看昨暗晡有一台民众党的总统宣传车，卡伫屏东恒春有8栋历史的高城门未顶未当，嘛造成城门的砖墙受到损害哦。地方的文资所是表示讲，因会甲中央的文资局做伙来做评估，若是讲古迹有妨破坏哦，会依照文资法来处罚。车卡伫城门内底，无法度顶动，真足看，阁是竞选宣传车。民众党议事暗时伫屏东恒春西门广场办活动，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택、吴欣怡嘛到场。想要到散场的时阵，有宣传车无注意关渡，卡伫恒春西门内底。我想伊毋是故意，是不小心造成的啦，所以伊爱负责这种赔损失修复的责任。这真的很夸张哎。 庄仔壁有几处轰弄到的粉叶，全台保留上完整有1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恒春古城城门。因为北门甲西门会使通行，虽然有限悬2.1米，但因为标志无明显，城门常常轰弄到还是卡条的，影响古迹的完整。高度，你是不是外面多少公尺之外就有一个警戒？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个处置？ 你这些都要有一定的作为啦。文书工作者呼吁政府要有相关保护的措施。文资所表示，当伫讨论伫明年禁止汽车甲货车通行西门。机车跟脚踏车还有行人这样的通行来防止这些成本的一直这样持续被撞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文资所表示，已经通知中央文资局做毁损的调查，然后破坏古迹的状况，以文资法会使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甲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民众党2号透早嘛出面会室的，表示会联络县府讨论后续的善后。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屏东报道。